但是花布上面的那块牡丹，其实我们都会把一些客家的元素直接带到我们的衣服里面。和客家大金衫宽松的感觉相似，下摆不规则状的改良式 T 恤给了赵宗慧灵感。他想让年轻人愿意把客家元素穿在身上。有一个网友直接在我的脸书上，他留言说，他觉得我们这件蓝衫是一个老灵魂的新生命。然后他说，他印象中只有他阿嬷才会穿这样子的蓝衫，可是他看到这件衣服，他觉得他想把它穿在身上。自己成立品牌，经营 T 恤市场，要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找到立足点。练化学却走上设计路的赵宗慧知道，要起迷人的化学变化才吸引人。我自己设计了一块花布 T 恤，毕竟是年轻人的市场，对，所以其实还是要走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图案。拿下2012新北客家竞 T 设计大赏，让他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作品有竞争力。赵宗慧最初的想法是，当文化图腾可以被使用，传承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。客家味、台湾味、东方味，他和创业伙伴许芳荣不断发想。T 恤的市场已经饱和到一个大家都一直在搞图腾的变化的一个阶段了，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应该会是一个版型的改变的。从纺透会提供的展示商店出发，慢慢站稳脚步。赵宗慧3年还没能完全打响知名度，他说还要加倍努力，做足准备，努力争取。对，一路大标某体啊，一如大标某体，持续努力，是出波有成绩，就会有成绩，就会有。有许多台湾自创品牌的新锐设计师希望被看见。赵宗慧透过比赛跨出一步，接下来和创业伙伴要继续争取消费者的认同。一如大标某体，出波有成绩，一如大标某体，出波有成绩。